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听下电影从神法地步有几多会同祭拜有关系嘅，但是讲到祭拜，无论讲到创业咯，有时间我都感觉到，有啲规矩到底係咪按嚟做？無論講有啲祭品，我哋講從我身體吼，係咪按嚟拜？但是按嚟做，係到底係錯還是唔錯咯？有時係啲規矩，我哋即刻都唔清楚。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來自宜農嘅吳連昌先生。而如把我哋常常會睇神法地步，會讀到嘅嗰度祭拜啦，無論創業啦，無論我哋呢祭祀文化地步嘅最重要嘅觀念，用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寫成寫文章，嚟同他人分享。我哋今日有請到呢，都係我哋宜農福神嘅作者，我哋吳連昌先生，連昌先生嚟到我現場。聽佢哋講，同我哋分享咯，到底我哋樣嘅創業，同時我哋拜嘅福神，要喺馬上，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呢連昌先生嚟到現場。連昌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連昌先生來自宜農嗬，我來自宜農嘅客家人。係咧，佢談嘅客話都比我們那個正正統統嘅客家人嗬。頭先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要講到福神一件事情嗬。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了解一下講，一般來講，我哋嘅福神係指哪條神人嘅福神？安尼我哋喺書方下宜農福神因為我哋家庭方會拜神，佢嘅比如講祖神、祖君，祖君呀，我哋會拜門神，還有將神，還有隔壁嘅八公壇下嘅八公，甚至於我哋主公婆，我哋主公，我嘛將伊當作福神。還有咯，下班我哋會去廟吼，日日一看咧廟當過有去嘅三仙啊，啲三仙福祿壽啊，我嘛將伊當作福神。因為既然有福神、有祿神、有壽神，咁我哋都希望求有福、有祿、有祿、有安尼咧財，有福氣。佢也都神，也會保佑我哋，包括我哋祖先嘛，會保佑我哋啦。所以會保佑我哋咧，也個係列入去變成我哋嘅福神，看我哋啦。咁照連昌先生按你講法嘛，都等於講，我哋本來都有福祿壽嗬，我哋一般嘅神明嗬，無論講我哋嘅八公嗬，八公是有屬我哋嘅河神八公啦嗬，天詍八公啦嗬，還有我哋即間都卡嘅主公主婆啦嗬。還有我哋做捐呀，一到所有其實合項嚟攞到福神。在我書我就將言歸納成福神，因為像做捐啊，我明日會創業會拜啊，伊當然保佑我哋啦，保佑我哋，都係就當伊當作福神啊，拜嘅我會有福氣啊，我會願意好啊，當然都一定會當福神。像將神啊，特別我哋會拜將神啊，我哋三餐要用到水。日常生活嘛，要食到水，一個水，我哋會條條好好，又唔會冇水好食，咩都福神啊，又會保佑我哋有水食啊，所以將神嘛可以當作福神嚟拜，簡單講就啱。咁你冇有人講，譬如講我哋呢將神啦，我哋做神，我哋講做捐呀啦嗬，像我哋尼泊爾是講做捐呀噶嘛嗬。無論講我哋呢八公啦，以前呢神格嚇神格啊嗬，應該會比我哋呢嘅阿公阿婆嘅神格嗰個啊，同時同都講嘅福祿壽三仙，而係神格要嗰個啊，嗰種嘛講嘢就全部加上落揾到強硬嘅福神。按你嚟講啦嗬，神啊嗬有次元神，有人格神，像人對神化為唔係人格神，次元物。羅榕樹、羅榕楊樹，人係有多嘅，有啲石頭好奇怪嘅，我哋把將伊當作石頭神，將石頭神講拜嘅命會高硬，即係拜嘅會高好笑，啲咩都有福氣啊，有福氣生意嘅好笑啊，拜榕樹拜嘅高長壽啊，佢當作樹神，嘛係對人哋有嘅福氣嘅嚟看法，所以。像做捐呀，做捐也就變成使命造捐，使命成捐變成使命造捐咧，跟生命有跟實德融合，做捐咪跟實下，
哦，一個對話就對俺的人生的身體健康啊有幫助，擺於心理安全，哦，啊當作福順來擺，俺因為神格上雖然有18個差別，但是最後還係保佑俺人的生活，保佑俺的生命，俺人的健康，所以俺將伊全部當作福順。如雖然講也要神嘅要高高大大啦，嚇，但是其實對我哋嚟講嘅話，如係保佑我哋嘅生命可以個順遂、個平安咧，一充滿嘅福神。啊，但頭都有喺講我哋嘅三線，嚇，你明白係咩？我時木當我看到嘅福祿壽嚇，嗰三線到底係代表係乜嘅咯？哦，福祿壽，咱最緊看，有個男人生日嚟咧，哦，都表示子孫多啊。好生日呢，就生日呢，有後台也都有福氣嘅人，有德才嘅人，有福氣嘅人。因為有都男嘅生日呢，哦，我哋人生有傳胎，哦，一胎傳下去，家庭生活個美滿，叫做一種福氣啊。我記得直接都講福神嚟啦。哦，呢種帶呢觀摩嘅，表示一路順順利利，甚至於人講考試啊考到嘅做官呢。有官就有祿，哦，官祿，故所以有官位有應順應高，有官位有財，哦，金錢有個足，啊，叫咩福氣啊？哦，也嘛算福嘅一種，有福氣。啊，再嚟最左邊嘅，哦，條肋一條高高嘅，樹上拿呢個樹頭，哦，樹頭代表長壽啊，啊，一個人生命。健康平安有長壽，係咪一個福氣啊？所以人講一個三線將以福祿壽都有，啊咪都一種福氣啊。所以三線買一個福神啊，福嘅福一個福啊，都具體嘅福哦。三方都有，三方神明來就保佑我，啊你求伊拜託伊，哦對我哋身體康健，生命有安全。做某個事情有成功，家庭有生活美滿，有三面人嚟求，睇到我人生嘅福祿壽都福神啊！先生你講啊，我都發現你講，因為三線啊，其實真係都代表嘅我哋人生求嘅三個最重要嘅東西。好，第一咧，你可以平安過一生，哈，壽命可以過長；第二，你可以有功德，有錢財。第三呢，你可以有子孫滿揚。嗰時候變成講，福祿壽其實伊反映呢係我哋人對我哋嘅人嘅一生裏邊一種希望，一種祈求嗬。係冇錯，三方福祿壽，人人滿滿，一個人做人生又有德又有福，係我哋追求嘅目標。然後又長命，但從我哋一般嚟講嘅話，從入福祿壽三線以外啦，我哋從頭我講嘅，平不從入以前，我先拜天公。因為一般嚟講，天公要特別去問。一般我哋民間信仰上，天公都最大啊，一切主宰都做嘅。你講神明有個大嘅階級咧，天公一般嚟講是無形啊，一種想象中嘅神明，因為神界。嘛有一個最大嘅至高無上嘅神明來概念通關，嗰些天公其實看一個無形嘅神明啊，你來講。係先生你講啊，如果想到以前係有韓國嘅先生都講，講嗌den客人講嘅天公啊，同有啲人講嘅玉皇大帝，其實係兩個無相嘅關係。就像頭先先生講嘅，我哋講嘅天公係無形嘅次元神，但是有人講，天公路，有人講，天公路玉皇大帝啊，做乜會有兩種無相嘅講法？按你嚟講啊，按你天公一種民間信仰、想象中嘅神明最高大嘅，按照玉皇大帝一種托高嘅講法，而呢最高嘅神明，通關凡界嘅神明都玉皇大帝，是一個有信仰嘅。故所以後來有人講。天公廟嘅玉皇大帝作一個神像嘅咧，我哋一般客人講，你堂下門口拜天公有形冇？冇形啊，做一個香爐呀，對天拜託嘅，
哦，所以我哋客家人講天公其實無同玉皇大帝形象上無相同，同佢而家神格啊，相等。嗰種頭都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土地良神嘛，算福神的一種。冇唔錯。八公嘛係福神的一種。係福神。鄉下人都將八公都當作財神。都乜人哋都同意講嘅八公係人哋福神，福德真神啊。不是我認為講有福有德嘅人啊，都可以做福德真神。一個神係真派哦。當然啦，講嘅立法嚟講，做出嘅人嘛可以求八公，唔好變好多啊。當然，古時人哋福德真神，有福有德嘅人，而做神嘅時候，而已經行嘅真神啊。古時人哋拜土地神啊，即針對土地嚟講。我頭先會講土地良神嘛嘅福神，因為土地良神係認為行嘅兩個內統，一個土地神部分，一個良神部分。但係客家人會信安尼咧，神育信仰。就是拜良神，良神都講俺一個所在良物下來，傳到一個好所在、好地理。希望良神咧，都希望都係俺哋後代可以延傳落下，由後代來傳。故所以俺哋談下地位，土地神針對俺哋牧場來保佑俺哋地位生活嘅人咧安全健康。良神來保佑我哋後代子子孫孫可以傳下去，有子孫都作嘅，所以我哋將土地良神當作兩個神嚟講。可能一篇都發現到講，其實連從先生對於我哋客人或者嗰度嘅文化嘅一種理解吼，其實同我哋當初想嘅無同共樣。但同時觀眾朋友點乜嗰度拱王喎？海豚節目我哋都唱連從先生同人講，乜嗰度風拱王，唔試下我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我係阿明哥劉浩明。這個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吳連昌連昌先生，同人講乜嘢嘅福神。同時睇上台節目地方，我要問觀眾朋友同講嘅豐功王，因為阿明哥嗬，以我哋從我哋創業時節啦，我哋差唔多年30嘅時節，我媽媽講今年我哋豐阿公哦，但是我哋到年初一嘅時節，我媽媽又講今年豐功王，到底乜嘢嘅豐功王？我哋請我哋連昌先生馬上同人講一下，連昌先生乜嘢嘅豐功王？功王有乜嘢咯？有個好多人講唔清楚啊！我哋本兩個素材嚟講，我哋先講女僕嘅一篇來嗬。女僕嘅演員30吧，又講見主公啊，講當作豐功王。上古時代啊，我哋祖先用種講法，將祖先講作先王，或者講先公，用嘅對話就其實都公王。從我哋來看。上古時代到中古時代，天下相同。豐功王其實都拜主公的意思，人哋自家嘅內統嘅主公主僕，很多主公婆。女僕亦都講豐功王。同應該講到美濃嘅功王都冇相同嘅。人哋美濃人30就直接拜主公婆，唔係豐功王嘅。因為功王人哋咧羅火房。美濃有120座羅火房地碑啊，主堂蛋糕啊，還有功王嘅名詞。一個功王，美濃嘅功王唔係主公婆，係嘅真是人神格化嘅神明。比如講啊，那個平山漢天功王嚟講，一平山漢天功王有兩個講法，一個人講漢朝時代劉邦，開國皇帝劉邦。另外嘅又講嘅南漢時節，五代時節，隔1000年同西漢從隔1000年過，有個功王，有很多劉焉，焉是用寫啊，一個梁，底下行一個田氏，
一個皇帝啊，伊講啊，我嘅功勞如飛龍在天，飛龍在天樣嘅啦，咁睇啦。所以有人講，一個漢帝君王有兩個內同，一個按照劉邦，一個按照劉演安尼啦。啊，其實按你來看，一個君王係個人呢神化。另外有麵農有人拜梅海君王，梅海君王又話係人呢，一個人的名按照梅宣。哦，一個劍士，一邊劍士，按照梅宣，一個人神格化嘅。故所以，我哋啲書上講嘅君王，唔係內部嘅講嘅主公婆。我哋面農嘅拜君王，確實係個人神化嘅一個君王，同內部嘅父母相同嘅。那簡單講一下，你等於講，我哋從來要講個君王啊，吼，其實有兩個講法，一啲路上頭同我哋先生講嘅睇面農嘅地方，你可能係嗰種人格化為神格化為人，吼，伊係一啲真實嘅人，吼，但是已經神格化，可是你問君王，咁呢啲從聽我，比如講我哋聽呢鋪嚟講嘅話，我哋講嘅人從呢啲封君王，嗰度係其實係我哋嘅國家嘅祖先嘅一啲推陳啊，但是我哋從我哋朝族嘛，有啲民族君王，朝族嘅民族君王啊，啊近邊人改啊千歲君王嘅，好老實嘅講法嘅。朝族嘅民族君王、千歲君王啊，同台北縣咧，台北市、新北市嘅三支嘅民族君王、搶嘅君王，一個行嘅從大陸傳過來嘅，確實有一個君王，一個嘛係人神化嘅。人神化，而目前台灣嚟講，有拜君王嘅人神化嘅君王，都有兩個所在。哦，一個就郊外看得到廟，看得到神態。啊，面農嘅君王都看唔到，老輩看唔到宮廟樣。哦，全部啲嘅羅河房地位，有的用各神牌嘅方式，有的用鳳字寫君王嘅名，疊把啲祠堂背向，同咱嘅主公婆背向。疊下去，也係拜啲主公婆嘅主牌隔壁，一個神明，搶啲火皇帝去拜。啊，佢到後裔子孫啊，唔知啊，佢啲乜嘅君王咯，用唔拜乜按到君王啦，也唔知嘅，用嘅來歷而那唔知。啊，用佢唔知嘅原因啊，我查下嚟，我喺田野調查，田野去看下嚟，人類本土地八公取代嘅嚟啊，搶啲啊。就等於甚至於將君王當作一般嘅百公來拜嘅，搞唔清楚嘅。所以面農田野尋到君王廟、君王壇，做安尼來嘅。嗰時聽我哋中國嘅人像嘅部分，咪有一啲君王壇、君王廟，啊然後單獨一啲廟壇，專門來拜君王。但是傳到台灣來嘅時節，都變成我哋陸客人。陸客嘅主壇嘅我哋講宗祠地位，那我有安尼君王嘅一啲牌嘅，好，但是已經係外面已經本我哋嘅百公壇啊，已經嘅其他嘅我哋咧，我哋本來會睇中國會看得到嗰種我哋君王壇啊，冇到君王廟。但是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從來我講我哋客人嘅話，其實瓜子好夾。尤其我哋講客人講瓜子，差唔多顏色唔過去以後，我哋都可以有啲人都可以準備瓜子啊，好容易有到啊，等到某個清明啊，嚇，嗰時人能可以瓜。個中國嘅外地佢特別講，乜講瓜子，中國外地客人特別講係瓜子咯，唔係講好容易就講回木嚇掃墓嘛嚇，啊，中國嘅客人係講瓜子。哦，瓜子嘅意思講，我哋咧祖先嘅風水，去派種下去。3年到4年，甚至到5年後有驗骨嘅習慣。驗骨以後會做風水。你講木種啊，我哋客人冇出隻嚟講，都講嘅風水。用幾好嘅名詞講風水。風水做好嘅話有木頭。風水去看見嘅風水嘅木頭啊，當個我哋做嘅瓜子都去拜家嘅，我哋先將王字也係鳳字。早期都用王字啦，就像人燒金嘅王字樣嘅，那位用石頭砸嗰啲木頭當個，佢掛上去，都砸上去，一般唔講砸，用掛嘅咧，用石頭砸，又那是嗰冇頭砸啲頭那當個樣嘅，用掛嘅咧，表示一個風水有後裔有子孫傳書嘅，有人拜嘅有後代哦。
哦，挂个字也表示俺哋完成，俺哋尊严，俺哋敬拜俺哋祖先，哦，最大目的都係呢。嗰時候談到更加好，如果發現到講，我哋連上時常用一種最簡單的方法去介紹我哋平常會搞唔清楚，都係某個的風啊講，某個風國網，同時我哋行常常會講嘅瓜字，都係瓜嘛嘅字，嚇，做乜我哋用呢個按貼嘅？原來都講其實瓜字以後，我哋都看，我哋講睇我哋嗰種木種地方，我哋一樣看過去，萬年嘅墳頭無瓜字，都地講一家人完全來見咯，嚇。有當然可能都比如講而家來講嘅話，有當然嗰度都細過外國去嘅，嚇，也祖先都冇人見，嚇。嗰種其實瓜字嘅意思，嚇，都等於都把我哋以前用嗰種黃字，嚇，去扎喺睇我哋嘅木頭上面。但是我哋常常聽到會想到講，我哋米擺嗬，啲瓜子啦，冇到蔥芽啦，嚇，冇我哋建築嘅時間，所以我哋咧神體，嚇，你會講神體啦，有啲人講神理啦，嚇。咁都係按用我擺咯，都係我哋魚嘅啦、雞嘅啦、豬嘅啦，按用我擺咯。係咪像我哋連同線上同你講，都係我哋按用我去擺咯，真係錯嘅咯。哦，安尼簡單講吼，瓜子安尼身體、身形要擺喺地上，哦，天嘅都代表個安尼咧祖先喺啲地下哟，要擺喺地下哦，哦，而咱拿書嘅多年嘅心意哦，哦，用嘅擺法。我哋一天要面對豬排、面對豬鼻來看，嘅方向要搞清楚。我哋面對我哋左邊啊，其實都係右邊。係，我哋左邊都係右邊。都係右邊。所以我哋擺神人嘅，我哋托盤啊，去橫擺。我哋橫擺，擺神、擺祖先，我哋拿到托盤橫掉，都會扛下去。一家是唔次掉。我到之前都會轉橫來，哦，橫掉橫飆下去，哦，天天飆下去。托盤當嗰啲生意我有講啊，一般人嘅習慣啊，人哋客家人嘅習慣啊，人傳下來都幾做地動，以三省來講幾做地動，頭拿幾啲頭拿，一邊定來，冇人講嘅仰頭變雜，真是冇用嘅，要昂頭代表英雄壯氣。面向豬排，人家右薯片，托盤的右薯片啊，擺乜嘅豬肉，擺豬肉，我哋一般都切一料豬肉，我哋客家人講一料豬肉。一料豬肉。有豬肉嘛有頭有尾啊。係，因為有頭有尾呢。本農肉雞背肉，哦，本農肉嘅蒜頭。哦，本農用蒜頭。杜蛋肉嘅蒜米。哦，杜蛋肉蒜米。黃邊係家嘅，豬皮啊，上肉塊，豬皮上嗰片，豬肉部分咧上陣雞嘅，也都右邊嘅豬肉嘅擺法。那左邊咧都標魚嘅，頭擺都有桂米嘅魚嘅，兩種一種都用魚嘅，我哋客話講用嘅啦，哦，用嘅嘅有絲絲有腳嘅啊，也可以也頭，哦，搓頭先擺，平平標啊下，哦，搓頭先擺，迄假使用嗰啲。梨嘛，有見鄉下人有用乜嘅，用南洋梨啊，嘅嘛算梨味嘅一種。有啲人一剪熟來，冇生藥，將到熟藥，像中藥樣嘅穿湯過藥，哦，剪好嘅，將到用平平，頭拿出頭先，嘅都是要象徵嘅，哦，都是象徵嘅出地動，安尼擺，嘅身體身體都安尼擺，三身都安尼。另外有人用五神，我哋客家人會關係用雞春、雞蛋。我哋用個雞春咯，雞春嘅春啊，代表有色有春啊，哦。另外會用麵條，麵條表示有糧食啦，那是我哋飯用嘅，我哋麵條用嘅。頭班人冇用啊，冇好用，用乜嘢？用偷幹啦，哦。你出面有偷幹咩？哦，多間用黃豆嚟做嘅，哦，偷好多人講偷皮啦，哦，也做得代表糧食，哦，有安尼，所以我哋擺有安尼規矩啊，有啲人都南山擺，甚至於像見有嘅人唔係用乜嘢，用乾條，用蒸來都做得，最好唔好用乜嘢，鰻魚罐頭。
无理的五个无用。哦，无理的五个无用。无理的五个无用，一个头摆规矩传下来突然的。青一班都无用压的。其他日咧，五一节嗰日嘅壓我都可以用得。像青一班嘅盡量莫用壓的。有個習慣聽講頭擺應該，青一班擺水鬼神嗰度咩？壓的唔會水啊，唔會沉水啊。安水鬼神啊，尿唔多嘢，唔多是唔多，但係佢奇妙啦，也有真正用嘅啦。嗰種睇喺臨床先生說明地方，你會發現到講，喺幫人哋擺呀，俾人哋講生理吼，無如生意嘅時間，我哋提講幾個不用中間，然後其實幾了作用其實有分頭面，其實我哋嘛唔係講，某間度頭，某間度面，我哋提講個胎呀吼，我哋頭，個細人度面，但是頭先我哋咧臨床先生有講哦，我哋咧脊背肉幾多人度頭，吼，個夾心肚絲嘅幾多人度面，哦，然後我哋咧皮向外面。安尼第一後，你發現到，我哋海板我哋沖牙時間，我哋都唔會記唔得講用個擺嘅。其實我哋買幾多個電材嘅東西，我哋第一下我哋馬上過來用。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就來自美容嘅吳連床先生同人講，我哋沖牙時節，我哋生理，好冇得講嘅生意，我用嚟去擺，好用嚟去擺吼。我想請問一下哦，因為我哋從睇我哋嘅豬排上面啦，吼，有看到一啲龍命，好冇得按牛命。那我哋咧豬先會有按呢龍命，冇乜嘅龍啦，冇乜嘅牛啊，而且按呢下法啦。你先面。全世都共同嘅許多社主哦，我哋講查出嚟影響，而呢河名啊，根據太少千百萬人哦6胎，係你選法嚟命名。其中呢，差唔多同人數嚟算，差唔多75胎到80胎嘅河名都用嘅方式，比如講有11囊。12囊，一次將喺之前有嘅都前到前13囊，其實已經前9個來嘅，9個來嘅，照你嚟講到從前1囊到前9囊咩？啲前9囊後來改名成前13囊，有啲囊師都寫嚟嘅名，寫咩用羊，信仰嘅羊來號名，我哋一種名師啊。唔係就見人哋所看到嘅用4P，就4P嚟號名冇想到，但係菜體因為辦到嚟嚟，和菜體嘅文化、菜體嘅習慣嚟號名啊，比較都夠同屬樣嘅啦。所以差唔多從75胎到80胎，人哋之前係啲共同嘅咩啊，都就查出嘅人哋嘅號名方式嚟號名嘅。所以有前1囊到前9囊，有1公到5公，有35囊到45囊，人哋嚟號嘅名嘅。帶有數字，有哪是有順序樣嘅，當然囊數都做唔得，囊數代表。其實有個號有個名個名，平時冇按起麼？平時係開名亡生之後，啲族譜方讓號有個名，讓寫出也。前1囊、前9囊嗰種名稱，我以句話嚟講，很生嘅，唔止係一道囊哦，是人樣地，係個騙人地，也子孫地，係本人地一道囊。除了一個囊名、娘名以外啊，又有法名。法名嘅意思說，會有一隻法師，比如講立法宗、立法囊、立法仙。嗰個法師，佢按到法名，人查出嘅號名，有人菜體豐收啦。所以，
安尼后来面对一种方式过麻烦，而佢批分咨询的批分过麻烦，到第80岁以後，都慢慢地用咗安尼漢民族客家人的方式嚟活命。因为其实安尼讲啊，如果发现到讲，譬如讲像我哋想聊嘛吼，我哋咧族譜我哋咧族譜啊吼，有分我哋當初喺台灣咧來台住以後，吼我哋差唔多14世還是13世以後來台住嘛。後來我哋又去到中國去請我哋個喪批嘅，我哋來台住以前咧，都像時常講嘅樣，基本都嗰度浪，吼嗰度浪，吼啱味道浪，啱味道浪。佢說幾時我看到嗰時我都感覺到，嘿咪講幾時就流行。馬個浪，譬如講我哋而家要流行馬個商名啦，吼馬個，但是這邊都覺得馬個浪，但是來到台灣以後，譬如講我哋對13、14世以後，我哋都馬個講馬個名，都寫過清楚嘅，吼，都變成唔係用浪啊呢名嘅，咁又係咪用因為來到台灣以後，而係記嘢冇都講記一啲嘅記事嘅方法都冇同樣嘅咯。記事嘅方法冇變，相同嘅呢。只是名號啊，就頭先講過嘅，差唔多75世，從原著開始算第75世到第81世，就查出嘅號名方式嚟學。到81以後，就照原來漢人嘅批分嚟號名嘅。安尼比較個唔會難咧，個唔會搞唔清楚，大台人搞唔清楚。比如說講我葉公洞嘅天師，叫做葉一公，一個葉一公，後來另外都有設備嘅，又來一個葉師，佢搞唔清楚天道推人啦，面到會難咧，佢所以都過後，慢慢咧查出是呢個問題，有一個人哋面到安尼冇辦法，就照人哋人類嘅學名方式嚟學，比較都順序個準確，將人哋來台住，人一般嚟學，像我見台灣嚟講係27世，我計主要咧，我哋葉公洞第一世開始算，其實葉公洞嘅已經第79世嘅，我哋而家嚟我哋葉一公都開始算公洞第一世，到台灣傳到台灣，我哋都變27世，在最上我哋來台住都變到第17世，所以佢查出嘅人有7、8台啊。並冇多啊，佢夾到來到台灣咧，都照我哋咧漢史批分嚟學字嘅。按你講啊，都地講奇怪，我從來我想過，譬如講我哋來台做係13世冇14世嘅吧，剛才想講，剛才咧前12世點嚟咯，可能喺中國，中國都可能講那12世咯，12世以前有點嚟咯，嗰是現場按你一算命，可能講真正嘅人可能前12世、13世這樣的葉公洞嘅第一世，他們12世嘅時，然後13世都變成台灣嘅第一台，我哋講，我哋而家講緊我哋咧，自家喺來台住，亂咧，嗰陣其實按你講下來吧，其實我一直有啲幾大一啲問題嚟講，因為其實喺客家人嘅嗰種前世嘅歷史地位，冇得講法地位嗬，有啲幾大講法都講，我哋後來到我哋咧廣東浙江廣西呢片嘅時間，從我哋咧查出有幾大嘅融合嘅部分，但是一部分呢個講法又有兩樣意味講，沒有我哋係中原嘅客家人，我哋係真真實實嘅中原人，咁有部分嘅講法時常用嘅看。我看法對，嗰時嘅研究嗬，頭擺嘅研究、早期研究、羅教授嘅研究都5次前世咩？見嗰時嘅前世講6次前世，最早前世從秦始皇開始，派50萬太軍嚟兩南嘛廣東一片、廣西一片嚟駐軍，基本佢算第一世啊啦。一等人咧唔係一天都喺河南中原地區可能都河北一片秦始皇嘅推嘅開始唔係講完全都中原嘛，所以按你前世嚟講，客家人嘅前世方式幾多種，唔係一次都走5次，一次才40多個隻嘢。嗰做之前搞不好嚟到福建，有前世廣西，有前世進按你咧廣東一片，一般嘅講法都講從廣西。前世到福建西部，在福建西部又在前世到廣東，
目前嚟講咧，未出天氣哦，有啲人當然啦，講法吧嗬，有啲人講我哋行嘅北方民族，有啲人講像梅州有嘅教書，而家很多像房屋嘅房嘅教書，而冇注重啊！而家我哋客家人都採替嘅漢化嘅客家化嘅民族，哦，唔係講一天北方曬下嚟不簡單，係咪啊？哦，如果說講法話要，對我做人事嚟講，可能河南地區、中原地區慢慢嚟強勢，當然有歌唱有啦，我不是同遊客人講，你看啦，河洛人嘛有相連咩？客家人嘛有相連咩？咁我哋講嚟河洛人啊、客家人啊，哦，因為細嘅地區受當地嘅文化、民族嘅影響，有啲學我哋客家話，有啲學河洛話，有啲學茶樹嘅話，哦，移民嘅強勢，當然啦，你講用語言嚟追查，大部分人應該都唱一個粵人，唱一個擴展出來嘅民族國度啦。看嚟今日節目，我發現到個其實平常我哋看到嗰種風俗地方語言很有嘅，就是同時我哋會提供我哋客家人唔單止喺潛在歌唱地方有發生咗嗰度事情，同時我哋同我哋當地嘅一啲民族有嗰度文化上面嘅交流。今日我感謝我哋連副市長嚟到現場同分享很多人嘅故事。感謝，也感謝主持人，也感謝觀眾朋友大家嚟看呢個節目。喺假使有想要進一步了解嘅，頭先主持人有講到嘅，一本書嚟簽咯，係目前有拜託我哋嘅美濃客運館，我記得有陳列，有興趣嘅人可以嘅拿嚟看，有興趣也可以買嚟看，感謝大家。有時下我都聽我哋線上來，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